时值《大纪元时报》发表九评共产党社论8周年之际，香港各界在星期日举行庆祝活动，同时声援退党。来自中港台多位知名人士纷纷赞赏九评的影响力，并呼吁民众尽快远离中共邪党，勿存任何期待和幻想。 自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社论发表以来，已经有超过1亿2000多万人士退出中共组织。今次能够在香港这块中国土地上举行庆祝活动，别具意义。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大勇透过网络发言指出，8年来退党大潮已证明解体中共的步伐不可逆转。越来越多的民众勇敢地走出来，反对中共 对法轮功的迫害，反对中共对全体中国民众的迫害，邪恶大势已去，中共政权将如雪崩似的解体垮台。中共18大刚结束，多位香港政界名人呼籲民眾切勿再對中共存有期待和幻想。完全係冇諗任何維權或者政治改革嘅，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不能幻想，亦都要靠翻民間力量、人民嘅力量咧，去繼續係去爭取翻即係中國走去民主。因為邊個派別嘅人坐入去嘅時候，你總係有個限制，你根本唔能夠 真真正正為民服務，還政於民。我哋愛我哋嘅中國，我哋愛我哋嘅祖國，並不是愛我哋嘅共產黨。集會結束後，遊行隊伍在天國樂團的領頭下，由九龍長沙灣遊樂場出發，途經繁忙市區，約在下午5點抵達尖沙咀碼頭。新唐人記者李秀儀在香港報道。